係珠海明珠站，瞬間就翻到你自己個屋苑啦！如果你想喺近珠海嘅，亦想平靚正，更想享受珠海嘅配套咧，呢度最適合你唔過啊！點解咁講嘅咧？嗱，呢度咧適合剛需自住嘅港澳街坊啦，而且佢單價9字頭就可以買到精裝現房啦，月供4300，你攞去租房閒閒地去到3000幾啦。咁月供4300就可以攞低呢套南北通嘅戶型啦，而且係整裝交付，到時候咧買啲家私啊，買啲電器咧就可以直接入住啦。我哋入門呢間房咧都係不計即贈送俾你使用啊，可以作為你書房啦，亦可以作為你嘅細蚊仔嘅電競房，又可以作為客房噶。嗱，呢度步行900米就係我哋嘅珠海咯，享受珠海嘅配套啦，單價9字頭啫喎，咁諗都非常之激動啦。而且呢度好似去到我哋平時去到嘅上速3個會員店啊，以及與華發商都揸車1個字嘅時間，我哋自己揸車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大約係3個字嘅時間，樓下亦有樓巴直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噶。嗱，你諗下呢個價位喺珠海可能只買到1/3嘅職位，但係喺我哋嘅中山坦洲呢邊嘅咧，直接就可以買到120平方南北通嘅戶型喎。感興趣嘅街坊快啲私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我哋下期再見。